台铁公司今早起挂牌进前呢，这台铁局时代了1700亿的短期债务，即马是拢无牵连啊。若讲到这车票敢会来起价呢？台铁董事长杜比表示，目前是无方案，若是伫咧做好安全的前提之下。今年会开始去讨论。另外，目前正咧联署过年期间要依法休假的台铁产业工会就讲，挂牌的车也是一时的，希望这台铁呢会当用合理的薪水甲人才留落来，落实安全改革。欢迎高层全部到位，国营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元旦显牌营运，计期总计超过1700亿的短期债务来清零，由公司偿还基金偿还。公司化了后，土地开发放松，也来各界关心已经28年无起的台铁票价是毋是调整？台铁议员强调，即阵无方案，未来评估票价需要调整，会上董事会来决议。台铁公司目前没有任何调整票价的方案，公司的安全跟服务做好，我们在今年度我们会开始来研议，来进行这个研究。迈入137年的台铁局，改制为台铁公司哈，那它从一个行政单位，变成一个企业单位，能够提高它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安全服务的一些设施。显牌典礼上，台铁也公布这边换发的新制服，像是维修人员会换穿感色服装，司机员也配发全新的行李箱。台铁董事长杜比也传了以及主管算是安全改革决心。另外，泰鲁阁事故家属代表也受邀请参加典礼。家属讲，台铁百年老店公司化议队已经讲20几年啊，将因是重大事故改制，期待台铁公司化做一变革应重升。安全其实没有终点，但它也已经不能再等待。那我们其实也知道，未来公司化其实还有很多难关要走。台铁公司在今天挂牌之后，这个风光一时之后，必须要去思考到后面到底要怎么样去来一一的去兑现这个当时的安全改革的这个承诺，以及公司长远的发展。因为不管台铁对司机员甲站务员奖金差别太无，台铁产业工会进行研发起今年外加班的人数会伫1月底统计，并且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决议下一步。对公司化了后人无够的问题，台铁讲，日体进行的集中伫1月到2月，已经对基层抽调人员来训练，今年前人就使补起咯。记者综合报道。